环境部有做定位调查，了解民众对目前环保政策的看法。要到5成的民众是认为，夜市啊传统市场一寡所在减少使用塑胶落的效果是不明显。要将近8成的民众认为，这熏陶乌白蛋的问题会影响到市容。支持超过8成的民众是支持政府向这分商就爱收这熏陶处理费用。环境部也会参考民众的意见，加做未来施政的规划。到传统市场一搭买过一搭，侪民众惯死摕塑胶袋仔内底。环境部为7月开始，甲全台47大的市场合作，以提供环保袋仔这款方式鼓励减用塑胶袋仔。但是环境部的民调显示，有46%的民众认为夜市传统市场塑胶袋仔并无减少。我们今年试办完之后，会找各县市来看一下我们试办的结果。那明年的话，我们会再评估扩大，比如说包括那个传统市场、夜市或者是商圈我们希望有更新的做法，更多的地点。环境部伫10月底到11月初有做调查，用电话访问民众对环保政策的看法。减塑政策是民众感觉效果无明显的项目。另外，熏陶的问题，也有超过78%的民众认为，乌白蛋熏陶是真影响市容。西班牙他已经这个正式的公告。他们那个烟蒂的这个烟商要负责清除处理的费用跟清除处理的回收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烟蒂也在朝这个方向来思考是不是应该我们的污染者要多拿出一些清除处理费，或者制造生产者要拿出一些这个清除处理费，来从这个有了这些费用来从后端的来解决它的循环问题。根据环境管理署的统计，取缔乌白蛋熏陶的数量逐年增加，今年到今已经有6500件裁罚。这摆的调查显示，有86%的民众赞成政府对分商收熏陶的处理费用，这个钱摕做熏陶的处理工课，也是摕来增加设置回收熏陶的总值。环境部讲，民众的意见有咧讨论，这摆的民调也会加做政府施政的参考。记者龚林淑凯台北报道。